2至3歲左右嘅小朋友練好平衡同協調，發展佢哋嘅大腦同培養耐性。以下簡單家居遊戲或者幫到手，會唔會玩雙腳交替踩圈圈？跟住可以升級做腳仔拖住沙包向前行，睇落好簡單啦。但係對小朋友嚟講，佢要一步步控制身體，完成指令，佢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挑戰，可以訓練佢哋嘅大腦規劃同衝動控制，係一個好好培養耐性嘅練習。又可以同小朋友嚟一個認知升級挑戰，例如叫佢攞一樣形狀或者攞一樣顏色。能力好嘅小朋友更可以2種指令交替玩，全面培養佢哋嘅視覺觀察、聽覺專注同埋邏輯思維。好多動作大人睇落好容易，但係對小朋友嚟講一啲都唔簡單。快啲同你嘅小朋友一齊試下，睇下佢點樣克服挑戰啦！